敬拜头先，咱要来祈祷。咱先来唱一首的诗歌，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了耶和华。咱要来做感恩加认罪的祈祷。咱顶礼拜拄啊过了这个复活节吼，啊想要甲大家分享，就是复活节阮儿童的阿卡贝啊，伫信息中间有问遮个细囝讲到挂节，大家想到啥物啦吼？啊当然咱知影咱是纪念咱的耶稣国活，耶稣因钉伫十字架啊，伫坟墓内底国活，就留下空空的坟墓吼。啊，除了这，咱知影咱信仰最主要的元素之外，啊，定来讲到过节节，咱拢会想到这个红卵，咱顶礼拜嘛，大家拢食到红卵嘛吼，有卵啦，啊，还有土啊，这代表旺盛的生命力。佫一项吼，百合花、百合花，这个咱敢若较罕的伫听到啦吼。啊，但是斟酌较想，这个百合花的意义，反正比这其他佫较大吼。安怎讲？因为这个百合花伊代表的是纯洁甲圣洁吼。咱知影，咱所倚靠的主，大上，咱的大官大，咱的上帝吼，伊是纯全吼，佫有公义的。啊，咱这有罪的人，咱要安怎通甲主三角结连吼？古早时阵是爱靠祭司，啊，佫爱有祭面，爱留祭面的火，人才当伫甲主的面前。啊，无咱我们在神的面前是站立不住的吼。但是感谢天父上帝，因为找耶稣钉伫十字架顶悬。啊，伊流宝血洗净咱的罪，咱才通讲用安尼无罪的，互主当作咱是义，安尼来到主的面前。所以咱每一届来到圣殿，咱要来甲主亲近，要来惦记主，要来祈祷，咱一定都爱先做感恩甲认罪的悔改。啊，求主耶稣的宝血，搁一届来洗净，互咱会当在主的面前站立得住，吼，伫天父上帝面前，咱徛会牢，咱才通甲主亲近。所以咱来感谢。学了咱天父上帝，伊是万主的主，伊独行其事，伊个创造万物，也是公义，啊，伊无掠有罪做无罪，加在咱主伊是大有权能、有赎罪的权柄的主，所以咱就爱来甲主的面前来做悔改认罪的祈祷，咱大家来祈祷。天父上帝，我要来向你做感谢的祈祷，也要来向你做认罪悔改的祈祷。我要感谢你，因为你有找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为阮的罪定死伫十字架顶，
用无罪的羊羔的血来洗净阮，代替阮受审判，代替阮受死，互阮免得因为家己的罪受上帝的审判。因为阮要称赞你，因为伫你有永远的活命，赢过死亡的捆绑。你互主耶稣对死来搁活，安尼阮也通倚靠主，甲主同得搁活的性命。通领受圣神做阮的保惠师，来引带阮行正路，互主来引带。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下面咱要来做义治甲讨棒的祈祷，来，咱来做伙来读。祈祷毋是将重担提起互上帝看，才搁甲派转来，是要将重担卸互耶稣，然后平安欢喜来离开，来交福上帝。祈祷毋是甲上帝讲你着爱安怎做，是要谦卑来求问伊。我就安怎做？祈祷着应允，毋是靠合，也是好运，乃是上帝的怜悯甲看顾。咱要来邀请主耶稣做咱的主，做咱灵魂的主，咱思想、感情、意志的主，也做咱身躯的主。咱要将咱的挂虑代志，咱的挂虑事，要来交托予主。咱也通欢手伫咱心肝头，也是伫咱病痛的所在，向主来祈求，互咱家己会当遐饶赦、遐伤害过咱的人，并且求主的疼充满咱，医治咱的身心灵整全互咱通用主的疼来去疼遐捌伤害过咱的人。咱大家来祈祷。全能听让主，我感谢你，这是阮邀请你来，也做阮心灵。思想、感情、意志、身体的主，我们要将这内心的挂虑交托伫主你面前，求主你替阮排解，但阮有真侪辛苦的病痛，求主你亲自来医治，圣神感受到彼个来医好阮这内心，不管是心灵所受的伤害，求主你撒到彼个。主耶稣，你伫十字架顶的疼，互阮看见你的疼是偌尔大。你伫受尽凌辱、甲受尽痛苦中间，竟然阁求天父上帝赦免遐个害死你的人。你的疼大到通赦免世间一切的罪过。伫你极大的赦免下面，阮感觉有啥物袂当饶恕的吗？求你的疼。借着圣神的感动，互阮通对捆绑阮的病痛中间得到透放。因为真正捆绑阮的，毋是病痛，是无对圣神来领受迄个赢过伤害的困难。求主医治阮的身体，并且医治阮的心，互阮有得胜的困难。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煞接落来，咱要来为着今仔日的主日来守望，做守望的祈祷，互咱大家来读。祈祷毋是叫上帝直接赐你能力，乃是上帝互咱机会培养能力。祈祷毋是用意志去影响上帝，是互上帝来改变祈祷的人。祈祷毋是靠家己拍拼做工，乃是我靠上帝甲伊同工。咱要为着今仔日牧者，还有中级团队，以及今仔日所有服侍的人员，来参与伫各项的服侍中间，求主来保守咱今仔日规定的礼拜，甲各样的服侍，求主来高我赏赐属天的能力官兵，互所有服侍的时间会当应当伫上帝，来当利益伫人，咱为你。过来，好几页。下一页，OK， 好。咱来要来为着今仔日4月7号下晡有财务部会，求主赐智慧，互咱教会会当善用金钱，教用金钱，伫无共的事工顶悬，拢继续来好发展。
来为着教育部第2季的基后真理课程，求天父上帝感动兄弟较目愿意接受装备。好，今仔日要为着第1组来代祷，求主保守看顾心灵健壮，服侍上帝，服侍人，得到上帝的欢喜。一旦用到主的话，来建造生命，属灵生命的根基得到稳固，袂摇动。第3项阮是咱拢是属天的囝儿，咱的言行行大，都爱有属天的特质，爱亲近上帝，领受启示，甲有传福音，来交来传扬福音。好，咱为着咱的主日守望，甲为着教育部，为着迄个财务部，甲为着第1组，咱共同来祈祷，大家来祈祷。听主，阮感谢你，今仔日你教会今仔日敬拜，当感主来主的圣事来引带，保守阮今仔日当当拢有一个先，你着以一个先困的心，感来服侍主，来为着在所有当中，为着阮要献身，为着教会正在奉献的，这个基准交代的，拢好正阮来进行，还有为着阮持续的在在因此主拢为着大家当地，所在，阮共同伫遮用守望的祈祷，必要真理，伫你的面前，是他必顺服你的传，为着教育部，为着财务部，因所做的事工，因主的属乎，为着第1组，兄弟姊妹来祈祷，为你保守你，福音身心灵健壮，有儿属神儿女的养生。主啊，我要为着今仔日逐项的事工来祈祷，求圣神甲阮三甲伫地，引带带领今仔日的敬拜，荣光伫主，利益伫人。我为着财务部部会来祈祷，互当工有智慧做教会财务的好管家。为着教育部的装备课程来祈祷，互兄弟姊妹伫真理的顶面打好基础，得到好的装备。保守兄弟姊妹身心灵健全，还有属天囝儿的款式，通明白主你话语的奥妙，到传扬福音。我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阿门。最后，咱大家用主祷文来祈祷。愿伫天的爸，愿你你的的名声，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落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入去，要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上主有恩惠，有怜悯，无快手气，有大慈爱。伊的国度永远存在。伊执掌全世界，有极大的权柄，煞到万代。咱共同来用圣诗学到上帝。圣诗495首，圣诗495首，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主
心心为小比，让所夸靠世间眼光，都将宽恕来可以。有我所祈求的关他，比家多困就回落。只无悲迎的地，你最我见过也在，从未阻碍眼我变我，你会给亲我推荐，眼跟我命给你将我。对我走无最高见，心世界现起来，你主面前来敬拜，全灵兄弟相思万民，日日和我无强贵。主为旨意我难过意，当为快乐来敬畏。我的来对主来，我一天好一安排，难留对眼我的兄弟。是手永远感谢你，继续我的前瞻体会，一切先将来光随，主叫咱叫顺坦，第一个公平安。请咱同心来祈祷。主爱的上帝，感谢你听阮众人，小小奇妙结花有典，因为你有国活的性命，有阮有德性的愿望，求阮恳求你赦免阮的罪恶，感受阮内心的冷静。恳求圣神帮助阮，无受着罪的捆绑，互阮通脱离一切的攻击，世上的欲望、甲贪婪，会通用耶稣基督做至宝，愿意用敬虔的态度领受你生命的话。诚做正直的人，追求甲你连结的性命。主你有英文安尼讲，上主永远要甲敬畏伊的人，以言公义对待伊的囝囝孙孙，就是迄个遵守伊的约、忠实、遵行伊律例的人。求主帮助阮，一生追求公义、和平甲良善，互阮伫人的中间相存谦卑温柔，彼此中间会通互相尊重扶持，互相包容赦免，常常到伫主你的面前，不住祈祷，超找主你的旨意，凡事仰望上帝，伫即个世代，甲人分享真理，领受你所赐的平安。主啊，台湾伫4月初3，意外的大地震，台湾要为着
个土地，以及遭遇了严重损失的城市来祈祷。主阮看见侪侪人会死失，厝体会倒坏，交通建设道路侪侪损害，甚至造成人的心惊吓。主啊，带来这个灾难，阮实在是真痛心。阮要为着这个来祈祷，求求主，你安慰人民来看顾，保守遐个受苦难的家庭，有这个灾情造成的伤害、甲影响降到同解决，互受伤的得到医治，交通建设赶紧来恢复，使你的同在安慰，通拭去遐受苦难百姓悲伤的目屎，互家己带来平安。破病，人的心会惊惊。特别，阮也要为着这个救灾的工作来祈祷，恳求上帝赏赐当地的政府甲这个救援的组织，互因这个救灾应变有智慧甲能力，先处安定甲帮助这个灾民，互因这个调度充足，人力甲物资拢无欠缺。主啊，阮知你是阮随时的帮助。台湾这个土地需要你的眷顾，阮诚心祈祷，愿主你来眷顾。特别上帝伫阮遗体中间，嘛有侪这病痛，丧失亲人，哀伤，心灵失了平安，忧愁重担，压力侪侪兄弟，主帮助因通得到主你的安慰甲医治，恳求上帝你亲自来背起因的忧愁、痛苦甲重担，互因逐人的心灵得到透放，伫主的内面享受平安甲喜乐，充满着愿望。因为主你也有应允，你要赐福互义人，你要用恩惠，亲像盾牌，四面为因，着倚靠上主甲伊的关联，不时祈求见伊的面。主，阮恳求你，找见圣神进入阮每一个人的生命。甲阮的教会，互迦南教会是一个看重祈祷、读圣经、行公义、护人民、追求和平的教会。面对传福音的事工，种种的挑战，众人同心通用祈祷来摇动上帝的手，互你的人民稳定。临到这个世代，互阮祈祷的人甲祈祷的会永远拢袂欠缺，无拍灭。互迦南教会成做一个祈祷的殿院，对安尼来迎信的人，愿同心伫你的面前献上感谢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叫做人民听阮祈祷，请坐。下面咱要来交托启文，启文伫圣诗的后面61。以弗所书第2章，咱要用论读的方式来回应。
恁才已经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现在靠基督耶稣通过伊的死，已经甲上帝亲近，基督促进咱的和平。以后犹太人甲外邦人成做一个。伊用家己的身躯拆毁，甲因隔开的墙。消除因中间的对立，伊废除犹太律法的改名甲规例，互两边通过伊创造一个新的人来促进和平。基督通过十字架消灭彼此的敌对，互两边成做一体，通甲上帝和好。安尼基督来是要传和平的福音予所有的人，包括恁遮的以前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甲亲近上帝的犹太人。通过基督，咱两边的人拢会当对同一位上现实来亲近爸，所以恁外邦人已经毋是外国人，毋是出外人，是甲上帝的子民平平做国民，做上帝的家族，建立伫先知甲使徒所下地基顶。用基督耶稣本身做上重要的基础，规个建筑物靠伊来连接结合，渐渐扩大，成做圣的殿归属主。下面献诗咱要邀请张怡静姐妹伊要透过大提琴咱知伊是一个小六生啦小学6年级伊早起要为咱所献的一首曲是第一小调波兰舞曲。
下面要来看一位圣经，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由原咱要来看以弗所书第2章，咱要对13节看到22节。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2章13节到22节，我来读。毋过恁遮个已经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现在基督耶稣通过伊的死，已经甲上帝亲近。基督促进咱的和平，又互犹太人甲外邦人成做一个，伊用家己的身躯拆毁，甲因架开的墙，消除因中间的敌对。伊废除犹太律法的诫命甲规例，互两边通过伊通创造一个新的人来促进和平。基督通过十字架消灭彼此的敌对，互两边成做一体，通甲上帝和好。安尼，基督来是要传和平的福音，互所有的人，包括恁遮个已经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甲亲近上帝的犹太人。18节，通过基督，咱两边的人，拢会通对同一位圣神来亲近呗。所以，恁外邦人已经毋是出外人，毋是侨民，是甲上帝的子民平平做国民，做上帝家来的人，建立伫先知甲使徒所下的地基顶，用基督耶稣本身最上重要的基础，规个建筑物可以来连接结合，渐渐扩大，成做成的殿归属主。恁甲伊结连，靠圣神的帮助，嘛做伙受起造，做上帝徛起的所在。以上，下面咱要请陈碧水牧师来为咱讲道。伊今早起要为咱讲道的题目是：互圣神徛起的教会，互圣神徛起的教会。亲爱兄弟，大家平安。毋知大家过了有平安无？有哦。伫大地动以后，咱会当伫遮继续做礼拜，会当伫遮来敬拜上帝，真正是上帝赐咱的平安。即礼拜地动，叫做403地动403地震。这是对菲律宾的板块甲欧亚的板块所挤压产生的。伫即时间的中间，花莲已经超过600遍的余震，平均一天150遍哦，150遍。所以住伫花莲的遮个乡亲实在日时眠时拢无法度困。但是咧，咱伫好远的人，我相信伫拜二迄天的透早，拜三迄天的透早，相信咱大家一定拢有去摇甲真紧张。总是呢，即个地动嘛，互咱想起921的地动。原来说是已经经过将近要25年，但是即两届地动虽望拢真大，但是呢，即届的地动是伫正央，是伫花莲的外海，超20公里的所在。但是921的地动正央伫啥物所在？有人会记得无？南投倒位直接伫直接的所在。所以，迄届所造成的伤害搁较大，所以咱原来爱献上感谢，伫届地动，虽望天摇地动，13个人，全台湾13个人过身，即马还有6个还未找着，但是已经甲25年的921比较起来，原来是上帝看顾保守咱大家的平安。但是伫即届的地动中间，咱嘛看伫讲。咱伫地动的中间，若有人较早甲咱通电，是偌好的代志。
好，所以即马有一个 APP 吼，伫遮报互大家，吼叫做 KNY 哦。KNY 即个 APP 呢，伫拜三迄天的地动前30秒就开始在显，好，所以伊30秒显的进程呢，佮甲你倒数计时30、29、28、27、26，好，互你知影讲，吼，小咱即个地动足大的，吼，你爱紧准备哦。好，所以即马咱也会当去下载即个 App， 我相信，吼，对咱会带来真大的帮助。好，但是呢，歹消息是讲，你若举 iPhone 的，就无即个 App 会当下载啊。好，所以要安怎呢？好，你就看到人边仔若是举即个 Android 的，伊咧走，好就对紧走就对啊。好，但是呢，好，即个是互咱会当30秒的时间，好，我有试过，好，真正30秒甚至佫较早，好，伊就甲你通知讲，小等有地动啊。好，所以这是咱现代科技，30秒的中间，咱要准备要闪要走的时阵，咱要准备啥物？我相信这嘛要咱做一个练习咯。但是有一个所在永远袂地动，是啥物所在？哦，就是德民乡吼，即礼拜上帝调伊去的所在，天顶的城，即个城是永远袂震动的城，永远不会震动，永不震动啊！是永远无地动的所在。好，所以咱住伫台湾一日，吼，拢永远会拄着地动。但是只有咱去到伫天顶，吼，上帝互咱一个永远袂震动的所在。我相信，吼，伫咱的教会已经有足侪人已经去到迄个迦南地天顶的城，伫遐咧等待咱。但是咱犹原，吼，就要继续迫切来祈祷谨慎，也求上帝真正看顾台湾，看顾台湾的人民。咱搁一摆来祈祷。亲爱的主，阮为着即礼拜所经历的403的即个大地动。阮搁一摆献上感谢，虽望造成真侪的损失，也是伤害，甚至死亡，总是阮犹原知影是上帝你的手在抓着，互台湾一个遮尔啊高地动的所在，上帝你带互阮有平安，会当徛起。上帝你也赏赐阮有科技，互阮会当做更较好的准备，互阮知影安怎样将生命中间上宝贵的来存留，一直去到伫天顶。也愿上帝继续看顾伫受灾的所在，特别住伫花莲东部遮的乡亲，也愿上帝真正赏赐平安，互人的心有通瓦靠。愿的祈祷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顶礼拜过偌济了后，咱照每日的圣眼光开始来读以弗所人书。以弗所人书是保罗伫加甲所写的4封的批信的其中的一封。以弗所人书一开始第3节，保罗就安尼来讲，就称赞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爸上帝，因为伊有将天顶逐款属灵的福气，通过咱甲基督结连赐互咱。保罗一开始就甲咱介绍，天顶有属灵的福气，这属灵的福气，毋是咱以后去到天顶以后才会当享受，属灵的福气是咱伫地上就当来享受。所以伫遮我来做一个整理，这对第4节一直到第14节，保罗讲天顶属灵的福气，会让看到上帝的拣选，得到互咱得到囝儿的名分，咱会当有圣洁无瑕疵，阁有满满的疼，阁有看到上帝的恩典，互咱会当上帝白白赏赐咱，互咱做得到赦免，嘛互咱知影上帝的旨意，这是一个奥秘。互咱有聪明智慧，知影上帝啥物看做是好的意思。上帝也大心定着咱，伫时机成熟的时阵，要甲咱联合成做一体。上帝阁通过真理的道带来，互咱有望，互咱知影真道，信主耶稣基督，然后信心的勘验，互咱有一个信心，相信将来伫天顶，咱当承接基业。就是上帝的家业，最后信心阁互咱凭据，这个凭据就是证明，信心互咱有证明讲，咱要直到完全来完成召命。伫过偌节过7个礼拜，就是49天以后，叫做啥物节？信心五旬节，嘛叫做信心降临节。这是伫耶稣过49天第50天的时阵，信心就降临。
咱伫顶礼拜日的过偌济，到过来50天，就是5月26日、5月26号，是咧5月19号，好，5月26号是陈牧师要就任啦，好，要讲一个伤欢喜，好，前一礼拜5月19，好，是即个信心降临节，这49天的时间，就是互咱去体会、去体验，特别统计咱所读的，不管是以弗所书也好，所读的诗篇也好，咱去感受、去敲揣信心，真做咱的勘验；信心，佫真做咱的凭据。这个凭据叫做保证金哦。好，这个保证金就是甲咱挂保证，有信心，咱就有保证伫天顶有产业。所以，甲你隔壁兄弟甲伊讲一下，咱若有信心，就保证咱伫天顶有产业。咱若有信心，就保证咱伫天顶有啥物？有产业。你安怎知影你伫天顶有产业？你安怎知影？等你离开即个世间的时阵，互上帝接转去以后，天顶去的所在，毋是准备车啊，要甲咱降尻川，是甲咱摆轨道的道，要甲咱招待、款待、迎接咱，会当入天堂。因为咱有啥物神？有信心。因为有信心，真做勘验；佫有信心，真做凭据。伫顶礼拜啊，吼，真感谢吼，咱的小组吼，咱教会兄弟姊妹，吼来去到伫8楼的牧师馆，吼伫遐摒扫，吼，因为咱靠即个清洁员吼摒一个月还未摒好，吼，所以咱发动兄弟姊妹做去摒扫，所以一早起，吼，2-3点钟的时间，吼，就将8楼吼整理到真好势，吼，然后总务部吼就开始有出包真侪工程，吼，要来将这牧师馆搁做一个整理，准备要来欢迎一个新的牧师吼，其实嘛毋是新的牧师啦，旧的牧师啦，吼，已经一个旧的牧师吼要来带牧师馆。好，一个教会吼，拢在欢喜，吼有牧师吼要来到伫即个所在。我相信吼，这是咱出伫吼咱心肝底吼一种的即个欢喜，吼也是来参与。总是比欢迎牧师来带伫教会，搁较要紧啥物？就是咱是毋是有欢迎信心保惠师来带伫迦南教会？咱安怎样来摒扫咱的教会，互迦南教会有信心保惠师带伫即个所在，互咱有勘验，搁互咱有凭据。即张相片，吼，这毋是牧师馆啦，这是啥物人的厝？吼，咱有看新闻哦，叫做花莲网哦，吼，因兜的即个礼盒，叫即马改名叫做礼盒网哦，礼盒网，吼，因兜即个走山哦，吼，一个厝，吼，若是安尼乱七八糟的时阵。这个所在就无法度来徛起。如果一个教会若是无好好啊整顿、整摒扫的时阵，安尼信心要安怎伫一个教会来徛起呢？以弗所书一开始第2章，吼，就甲咱讲，什么是信心袂当徛起的所在？吼，因为时间的关系，牧师直接来带大家，吼，来看重点。信心袂当徛起的所在，就是因为以弗所书所讲的，人有罪的所在，信心就袂甲你做伙。一个人不管就算讲你是做牧师，但是定在犯罪，甚至搁犯重罪的时阵，安尼信心袂当甲你做伙。一个人伊的人性若是死啊，安尼信心嘛袂当甲你做伙。一个人若是互邪神伊的私欲，照家己的情欲来行，安尼信心嘛袂当甲咱做伙。但是以弗所书甲咱报好消息，通过基督，上帝极大的疼，咱的罪得到赦免；通过基督，咱甲伊做伙过活，咱对死得到救；通过基督，伊上天伫上帝正边，咱做伙甲伊掌权，这是圣经写，咱就得到胜利啊！所以本来信心袂当徛起的所在，因为基督伊死
国外上天掌权，咱得到赦免，得到拯救，咱也得到胜利。所以第2章第10节，请咱大家做伙来读。因为咱是上帝创造的，伊通过基督耶稣创造咱，互咱通做伊早就准备爱咱做的好事。所以上帝爱咱做好事是通过耶稣基督。为什么咱当做好事？为什么拄则咱即个同学啊，叫做怡静啊，小学6年级，伊咧扭即个大提琴，我感觉扭啊比即个马友友搁较好。因为我毋捌听过马友友现场咧扭啊，但是怡静伫头前咧扭，哇，足感动的啊，足感动的。这也是原来是上帝爱咱做的好事。伊伫遮台上他们1分钟，台下喏。这句话是顺天长老要送陈牧师，迄是毋知几年前要送陈牧师要离开时，伊伫台顶所讲的。因为讲我伫迦南教会10年啦，做10年安尼，所以即句话即马才想到，咱真正上帝爱咱做好事，减菜就是台顶的1分钟，但是上帝通过信心，可能有用10天的时间来甲咱准备啊，所以伊真扭遮好。即马12岁，可能2岁就开始来扭啊。2岁可能就妈妈就开始互伊听violin啊。但是姐姐可能常常在练练提琴就让妹妹可以学习。信心同款，咱当伫教会、伫社会、伫国家有好的遮个所行，原来是上帝通过信心，把咱准备起来。然后以弗所书佫甲咱讲。信心袂当徛起的，佫有几项第2章后壁要讲的，就是咱甲人隔绝分内外，是啥物意思呢？因为时间的关系，牧师嘛袂当佫读，但是咱也有读每日圣经讲，即礼拜你有读到即段，就是因为咱一出世就毋是做犹太人，结果就去互上帝隔绝啦。因为我一出世就毋是伫基督徒的家庭。伫咱迦南教会，足侪姓吴的家族对倒位来？那遮大，大家拢知影，对南坎来。咱迦南教会对倒位来？桃园，桃园教会对倒位来？南坎来，南坎教会对倒位来？马街有个人足清楚即个历史马街马街对倒位来？加拿大来，安尼请问迦南教会对倒位来？对加拿大来，即马变加拿大，加拿大佫对倒位来？对苏格兰来，苏格兰佫对倒位来？若有时间，咱来去好好研究教会历史对圣经来，迦南教会，你会当一直吹到最后，就是《使徒行传》第2章。所以迦南教会是对圣经来。但是有个人一出世就毋是伫基督徒的即个家庭中间做外邦人，结果因就互上帝隔绝。毋久，拄则咱伫启文圣经咱拢读着即马佫请咱大家来做伙读一届13节。毋久，恁遮以前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就会通过伊的死，已经甲上帝亲近啊。以前是外邦人，现在呢，甲上帝亲近，代表本来信心会当带伫咱的生命中间，因为咱的命就毋是要甲上帝做伙隔绝的，但是耶稣伊的保护，以弗所书讲，是因为耶稣的保护，拄则咱所读的，上帝会当甲伊来亲近，会当甲伊来接近咯。所以今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信心所徛起的教会，真要紧的，就是会当帮助人领受天顶逐款属灵的福气。第先就是爱知影，咱过去是离开上帝远远，即马来当接近上帝。第二个就是咱爱知影，咱对元首人会当甲人更好啊，对元首人甲人更好。14节。基督促进咱的和平，伊有互犹太人甲外邦人正做一个即马
即马以色列在甲即个哈马斯、巴勒斯坦在相战，因一出世就注定爱相战。为什么？因为因就是继续在即个怨恨还未结束，犹太人甲外邦人的征战，战袂停，战袂了。但是耶稣伫2000年前啊，伊就安怎？伊14在后壁讲，伊用家己的身躯拆毁甲因隔开的墙，消除因中间的敌对。耶稣安怎互犹太人、巴勒斯坦的人两个人会当和好呢？是耶稣伫十字架顶用伊的十字架身躯来拆毁迄个隔开的墙。所以15节、16节在讲到耶稣伫十字架所做的功劳，最后互即个本来是敌对的两边的人，但是却变做一体哦。请问，即马困伫你身躯边的人，是甲你一体的人，还是敌对的人？爱想一下哦，爱想一下。好，小甲看一下，武装长老搁回头看一下安尼。好，咱是欢喜冤家啦，床头吵啊呐，好，床尾嘛爱和安尼。上帝讲，翁仔某就是一体啊，但是有时阵翁仔某在冤家时阵，好比迄冤仇人吼搁较歹，好，因为爱之深责之切啊。但是耶稣伊所做，就是互咱的冤会当消除化解，然后冤仇人搁成做一体。手牵手，会当做伙来甲上帝和好。这种的新约，除了耶稣，就是信心的工作。一个教会中间，人甲人若有怨恨，人甲人中间若有适合的时阵，但是会当和好，你就当看出这个教会就是一间有信心、充满的教会。阿门。但是咱若看到一间的教会，不时就咧冤，不时就咧扣分，不时就咧讲10年前安怎对待阮，30年前甲我讲一句话，还未甲阮回信咧，一直咧报鸟鼠啊冤，冤报袂了的时阵，你会当讲即个教会，莫讲无信心，你会当讲即个教会欠缺信心的充满，欠缺信心的充满。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躯啊，所以这个冤分做3种。头一种叫做过去的怨恨，第二种叫做现在的怨恨，第三种叫做啥物？大家拢足巧的，将来的怨恨。请问这3种，搁一个上恐怖？将来哦，大家拢足有智慧。因为将来就是你唔知影你会甲什么人来结冤啊！这种就是亲像地动要来时阵，你唔知影点时地动要来，以后可能嘛要有一个 app， 你要甲人结冤的以前，30秒甲你通知，较细腻的小等你着有一个冤仇人要走出来也是你行伫路的头前有一个冤仇人要来你要安怎样？要像伊吗？什么是过去的冤？过去的冤代表已经化解啊，诚做过去啊，这是上解好的。现在冤代表哪？还未排解，这个冤搁咧插人的心，互人艰苦心。将来的冤上恐怖的，叫做啥物？人生搁来，重蹈覆辙，无学习到教训，无学习到这失败的经验，重蹈覆辙。但是以弗所书耶稣甲咱讲，这个冤咱若化解，咱就做新的人；咱的冤若无排解，就是做冤仇的人。这个冤咱若无去提防，安尼咱就变做是戆人，重蹈覆辙。新的人，伊就是诚做和平的使者。伊知影安怎样来建立这个和平。冤仇的人，伊需要将这个冤钉伫十字架，甲伊消灭。戆的人，
就是需要有人传和平的福音，互因知影，这就是一个上介好的 app。莫阁吵，莫阁讲啊，小争一个，小想一个，小祈祷一个，无小等着大地动啊，吼，物件就要放落来，教会就要拆分裂啊。若是有信心伫咱的中间，咱知影做和平的使者，用实力嘅灭遮的冤，然后过来传和平的福音。所以18集，请咱做伙来读，通过基督，咱两边的人拢会当对共一位信心来亲近爸，对共一位的信心。所以信心是公平，是公假的。吼，甲你隔壁兄弟讲，信心是咱公假的。若有一个人来到教会讲，我互信心充满；隔壁人讲，我无互信心充满。安尼，即个教会会怪怪无？会真奇怪无？咱会甲100个人中间，一个人讲伊互信心充满，99个人无互信心来充满。你会感觉这个信心足无公平，这信心敢是敢伊有我无？信心的充满，毋是只有看个人，信心的充满是看教会。所以，佮甲你隔壁兄弟讲，信心的充满是看教会，信心的充满是靠看教会，就是看伊的内面有人在犯罪，才会罪有消灭无。有人伊的人性已经死啊，伊有通过耶稣甲上帝佫亲近无？有人互邪神咧控制，麻西魔鬼，毋知咧做啥物代志的时阵，但是信心甲伊改变，甲伊改变，像咱的玉民兄，歹势佫甲你点名一下，伊过去可能酒啉较侪一丝啊，但是上帝嘛改变以后，互伊即马足有精神的。伫遮做礼拜，无得，我毋知影，是的，我毋知影你过去安怎样啦，我是自己想象的，家己想象的。但是我看到玉民兄，穿甲遮舒适，然后做礼拜坐甲遮好势，我相信这嘛是上帝改变伊的生命，互伊去敢是去食一碗面，然后就来听到福音，然后就来教会，就来洗礼。这原来是信心的工作。互咱会当对外人变做上帝家来的人，本来甲迦南教会无关系，即马变做迦南教会咱大家的一份子啊。所以上帝互信心徛起伫迦南教会，就是帮助人对离开上帝远，然后即马大家拢做礼拜的时间，我看到咱大家9点以前，就差不多坐要一半，坐要一半。表示讲有一半以上的人，其实佫有留卡的人，大家拢伫9点以前就来到教会，因为大家拢有备万心啦。然后对过去是青分人，才会冤仇人，但是咱会当好好伫遮做伙来敬拜。所以上帝互咱通过耶稣改变咱，互咱会当赢过罪恶，赢过死亡。赢过邪神，赢过咱的出世命运的计绝，嘛赢过咱所有的冤仇，安怎知影安怎去排解？最后一点，上帝佮通过信心，互咱对外人变做一家人。家己隔壁兄弟讲，互咱对外人变做一家人，互咱对外人变做一家人。你厝内底的人的名，你叫会出来无？教会人的名你叫会出来无？袂，为什么？毋是讲要一家人吗？因为迦南教会人伤济啊啦，人伤济啊，人伤济，就免记名吗？若万不立，即个继承长老做阿公啊，万不立，恁新妇，足够生，要甲你生足济，济甲你的名叫袂出来，敢有可能？冇可能，有可能。安尼你要去记伊的名无？当然嘛爱记伊的名，因为这是一家的人。伫迦南教会遮济人，咱要安怎记人的名？真简单，一礼拜记一个。
一礼拜记一个，你若一礼拜记一个，一年记几个？50个啊，10年呢，500个，全教会拢互你记会了啊！吼，所以文神长老吼是咱教会第1名的，吼，即摆也会记的。即摆我叫啥物名？吼，我即摆讲袂出来啊！吼，单别记牧师啦，吼，单牧师。吼，一礼拜记一个人，你若看到青云人来到迦南教会，主动吼去甲伊请安、自我介绍。为什么要安尼做？因为咱伫教会内面，咱毋是外人，咱是啥物人？一家人啊！一家人至少对叫出伊的名来开始，吼，叫伊的名来开始。所以19集，吼，咱已经读3届啊，吼。所以我嘛用重点，吼，因为时间伫要到啊。吼，咱毋是出外人，咱是上帝国民，吼，咱是上帝家内人。为什么会当安尼？是因为通过先知甲使徒，外人变做上帝国的国民，青云的人变做上帝家内的人，安怎做会到的？通过使徒传福音，将外口的人牵入来。玉民兄，谁甲你传福音的？你袂记了？啥物人？秀儿姐啦，吼，秀儿姐。所以秀儿姐若照圣经来读，伊就是咱迦南教会的使徒，出去外口传福音，将外人带入来教会，然后对青云的人，甲你即马共一个小组，吼，逐礼拜甲你做伙小组祈祷分享。你会当叫出伊的名，你知影伊厝内底所发生遮的代志，通过啥物人？先知，先知就是讲上帝的话，互咱听的道理，伫信心内面成做一体啊。所以你的小组长、你的区长，甲咱做伙读圣经的，伊就是咱迦南教会的先知。吼，我呢毋是咧灵意解经啊，我是讲照圣经，互咱来判断。迦南教会需要有使徒无？若无使徒，吼，就是咱即阵人伫遮做礼拜，做到啥物时阵？做到后一届伫遮大地动的时阵啊，吼，咱互上帝接转去的时阵，咱若是若无使徒，就无外口的人会当入来。咱若无先知，咱伫遮做礼拜，吼，搁做50年，迦南教会明年要60年，搁60年，咱嘛叫袂出来其他人的名。但是因为上帝的道，甲咱成做一体，互咱对青云人变做上帝家内的人。所以咱看到耶稣，互咱赢过罪，得到赦免；互咱赢过死亡，得到拯救；赢过邪神，互咱得到胜利；赢过命运，互咱得到清君；互咱赢过冤仇，互咱得到国号；互咱赢过境外，分内外，互咱得到上帝国。赢过人生，毋是过客、过路客。过路客啊，就是来遮过一暝，我嘛毋免熟悉伊，嘛免甲伊亲近，吼，我就伊去等当伊就离开啊。但是咱是变做一家人，做伙得到家业、产业、天顶的产业，这就是信心的勘验、信心的凭据、信心的保证。所以咱的教会需要信心无？需要信心，安尼咱才会当做一家的人，做上帝国的人。所以以弗所书讲，这亲像咧起一栋厝，总是这栋厝上要紧的石条，就是耶稣基督，是这个厝的石条。所以最后这2集，我要请大家来读21集甲22集，规个建筑物靠伊来连接结合。渐渐扩大，成做神的殿，归属主。恁甲伊结连，靠信心的帮助，嘛做伙受起造，做上帝徛起的所在。迦南教会安怎起来？是过去迦南教会对唐教会出来时阵，伫即个阴乐街几号？22号，伫即个车库，一个车库来开始，然后佫搬去到对和平路，和平路，伫大庙边遐，
然后才阁来到买中华路49号即个所在。即个大楼是安尼起来，然后过去是做即个银行，嘛做即个拘留所。我会记得即个陈道雄牧师，牧师娘，因咧写的即个嘉南教会回忆录啊，毋是嘉南教会回忆录啊，嘉南教会9年的即个特刊的中间，讲因拄来的时阵，即个拄带着教会时阵，即个教会呢，非常的简单，大的即个牧师娘即马阁有伫咱中间但牧师娘伫咱伫倒位啊？咱来甲牧师娘拍破啊！欢迎一下牧师娘。讲迄阵呢，住伫教会呢，迄牧师馆足简单的，迄拢困地板的，才铺一个榻榻米，所以迄是足歹大，但是陈牧师迄阵嘛少年，无来时阵来嘉南教会时阵嘛是30岁，足认真的拍拼，然后信心的充满。看到嘉南教会，一档一档，安尼增长，安尼复兴起来，到当明年就要满60岁啊，所以有遮个使徒，有遮个先知，伫教会耶稣基督即个石条拍的地基，咱才会当伫即个所在有遮个好势敬拜。但是毋是有头前的人，咱犹原爱继续来做使徒。继续做先知，继续为着嘉南教会来拍拼。嘉南教会内底有，我特别去找即张相片啊。即张相片是嘉南教会50周年一个音乐的即个庆祝礼拜，请大家教会圣歌队啊来献诗。所以你就看到圣歌队大家穿无共款的衫，拢来到伫即个礼拜堂，伫遮来学乐。来庆祝，来感谢，这就是一个教会水的所在。国民党会当来嘉南教会无？民进党会使无？还有啥物党？民众党会使无？柯文哲当来遮做礼拜无？即个侯友宜的赖清德，咱会当欢迎每一个人，因为这毋是人的教会，是上帝的教会。就算讲投票选举的时阵，伫外口大家吵甲足厉害，但是来到教会、来到上帝的家的时阵，因为有信心伫遮，咱就知影安怎样结连成做一体啊！去做教会，上界要紧的是去做一个新的人，毋是只有去做建筑物。一个去做人的性命较简单，还是要去做一栋教会较简单？有的人讲教会，有人讲性命。一个性命要对无信耶稣，教伊愿意信耶稣，信耶稣以后，伊阁愿意来服侍。这个过程会当讲，毋是用钱会当来算。即马去做教会，咱就是找钱。有钱就当来去做，但是人的性命毋是用钱来去做，人的性命是用根基。所以去做教会是爱拍根基，这个根基就是上帝的话，亲像诗篇所讲的，爱互伊亲像一丛树栽伫溪水边，伊的树根有在吸收上帝的话甲营养分。人若是来教会，拢在看新约。真侪教会伫教会内面，看遮个布道会的医治特会，看到足侪人病好起来，看到足侪人对善香变做好呀，对佛济，然后济拢甲行了，这是新约，但是看袂到即个根基的时阵，这原来是真危险的代志。去做教会是要互教会变做是上帝的家，毋是一个教皇的家。去做教会，毋是讲哇，甲即个牧师捧得很高，牧师就亲像教皇共款。有的教会有即种的代志发生，但是伫长老教会袂，为虾米？因为长老教会是代议制，就是所有的决定是大家做伙来决定，
好，所以牧师几票？10000票。牧师嘛是1票，牧师甲长老、甲大家兄弟姊妹共款，拢是1票。因为伫上帝面前，咱嘛代表一个人，所以伫上帝家的内面，是咱无分彼此、无分关系、无看你是啥物党的，才会当来即个教会。我所牧养的教会，真正阁有即种的，吼，伊要看你是啥物党的，摕啥物国家的护照。才要决定讲要互你来做阮教会的会友，吼，即种的代志的时阵发生的时阵，即个教会就袂当讲是基督的教会，因为基督是所有人的基督，信神是所有人的信神，所以咱若伫小组的时阵，咱会当来分享7种天顶属灵的福气，你有经历倒几种，然后当基督徒。伊会头壳想无共款的代志的时阵，要安怎来找求信心帮助咱成做一体？搁有第3，信心为虾米成做咱的牵引？信心为虾米成做咱的保证？咱要入天国，就爱有信心。若无信心，咱是无即个保证，无保证咱会当入天国的。这个时阵，我要邀请咱做伙来祈祷3项的代志。头一项来为着咱迦南教会拄洗礼还未2冬的会友来为因祈祷。即摆伫咱中间有人洗礼还未超过2冬的有无？请你举手一下。好，有哦，来手举悬一下，互咱大家看一下。好，有哦，洗礼还未超过2冬，头前者有哦。好，后壁者嘛一位，这位姊妹叫做啥物大名？陈谦，好，陈谦。后壁这位姊妹李君瑞，君月呀。哦，金燕，哈，金玉，哈，金玉，金玉，哦，是，哈。陈谦姐甲金叶姐，哈，这嘛是咱迦南教会新的生命。吼，咱来为因祈祷。除了这2位姊妹，吼，伫线顶的，也是讲还未洗礼，这拢是咱爱做伙，爱为因来实施，吼，爱甲因关心，爱来帮助因的性命来成长啊！吼，所以请咱，你若想到什么人，吼，包括厝内底人，吼，咱嘛利用这个时间，请咱做伙来祈祷，吼，请月历来到台前。现在主上帝，阮为着陈千姐甲金叶姐因2位伫阮的中间，因来到迦南教会还未超过2年的时间，感谢上帝，通过上帝所赐的使徒、先知带领因遮新的生命会当来到教会，求上帝你的信心充满，也享受牵引伫因的身上，包括伫阮中间还未受洗礼的兄弟。也求上帝你的神来充满阮，互阮通明白上帝的真理甲奥秘。愿咱的祈祷恳求奉主的圣尊名，阿免。第2个要祈祷的，为着咱迦南教会，什么是咱中间隔绝的墙啊？我相信，对咱迦南教会去年、今年，牧师团来离开，这是一个真大的艰苦啊！我相信，而且我嘛知影，伫这个过程的中间，检测这个时间真短。对有的人可能无准备心，有的人可能无了解，有的人可能无法度明白，甚至无法度来接受。但是做成的是啥物？迦南教会亲像分裂共款哦，分裂共款。59年前。迦南教会嘛是对桃园教会出来，但是59年以后，迦南教会有一群人，甲咱的游牧师、老牧师、黄牧师，嘛出去开拓，咱莫讲这是分裂，咱来讲是开拓，咱莫讲这是魔鬼在做工，咱讲这是上帝的旨意，上帝为好的旨意，但是咱来彼此来祈祷。彼此来祈祷，所以伫遮，咱来求上帝
将中间若有隔绝的墙，爱甲伊拆掉，互咱当彼此来祝福。上帝教会无分即间迄间，上帝教会拢是共一间，所以咱嘛为着咱幼牧师、老牧师、黄牧师，阁有46位做伙去开拓的兄弟，嘛为因来祈祷，求信心充满，会当伫青埔的所在做真水、真好的工。伫遮邀请咱大家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我们伫即个所在，为着迦南教会、温哥日7教会阁有所有伫桃园的教会来祈祷，特别为着幼牧师、老牧师、黄牧师，阁为着对迦南教会做伙开拓的遮的40几位遮兄弟姊妹，我们来为因来祝福。愿上帝你的信心大大来充满伫因的心中。互因所做工所传的福音，会当伫青埔的所在来高举主你的实力价。主啊，我也为着伫过去这段时间，人心内底的艰苦，也是刺插，也是遮的目屎，也求信心亲自来安慰。这个中间，若是做造成遮的误解、伤害，也是遮的造成遮的误会，也求上帝的信心亲自来排解，互阮当看见，阮伫上帝国的内面，永远拢是一家人。幼牧师、老牧师、黄牧师，所有去开拓遮个中级同工，永远拢是阮家内的人，永远拢是上帝国阮的亲人。愿上帝的神帮助阮，互阮通明白上帝国的内面的开阔，也继续带领迦南教会、所有同学教会，会当轻条头前所踩标来跑走。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最后一项，这礼拜，这礼拜，互咱大家一个功课。伫信心降临节要来以前，咱互受信心的感动带领，做一个和平的使者，传和平的福音。将和平带到各所在。好，咱这个时阵要来唱这首回应的信息啊！请咱做伙起立，咱来唱这首回应的信息。听从信心，阮欢迎你。听从信心，阮欢迎你。听从信心，阮欢迎你，因你是回阮心的愿，当阮放下一切，对主所爱，存相求，心切切渴望。听他信心，听他信心，听他信心，欢迎你来。听他信心，阮欢迎你。听他信心，阮欢迎你。愿你显明奇妙临在，将你心意教导，你真行你。愿顺他军队你引传，听他信心，听他信心。听他信心，欢迎你来。听他信心，阮欢迎你。听他信心，阮欢迎你。愿你旨意听你是客。
亲像正泉，听通阮的愿行好，完全无保留，听通信心，听通信心，听通信心，欢迎你来，听通信心。听通信心，听通信心，听通信心，欢迎你来。咱搁一摆来祈祷，咱要祈祷的时候，我要邀请你，甲你隔壁兄弟手牵起来，咱做伙牵手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信心保惠师。迦南教会是你所设立的教会，伫桃园这个所在是要来保养主你的性命。无论过去、现在、甲将来，耶稣基督永远无改变。愿主信心大大充满伫迦南教会，伫桃园所有的教会，充满伫每一位迦南教会兄弟姊妹，甲所有主你的囝儿的身上。互阮成做和平的使者，传扬和平的福音，查劝阮成做使徒，也教导阮成做先知，保养主你的真理。不管天地安怎摇动，上帝你的话永远袂改变；不管世界安怎样变换，上帝你的应允永远伫地。愿上帝大大使用阮，查劝阮，帮助阮，也充满阮，伫每一天伫阮的头前。互阮做上帝欢喜的囝儿，愿安尼同心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佮家己隔壁兄弟甲伊讲，信心要大大充满你，信心要大大充满咱，大家请坐。这是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咱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若是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你通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我的生命献给你，这你我应高之时。天父上帝，阮感谢阿勒你，感谢你感谢你的信心，随便着阮来到主你的圣殿，要三甲敬拜主阿勒你。过去阮虽然有惊吓，
有苦难，但是阮知，阮靠主你有平安。主，阮安尼要来奉感谢主，学了你，你伫你的内面，阮拢有快乐，有和平，有稳定。主，阮搭抱着伫欢喜的心、感恩的心，来到主你的圣殿，要来奉献着阮的时间、金钱、甲财力，来为主你所用。主，阮来感谢学了，拢是奉靠主耶稣叫圣尊名。阿门。好，带咱来做报告。咱首先来欢迎着今仔日来甲咱勉励吼，咱白志牧师，就是来甲咱中间，多谢牧师。咱中间有今仔日头一届来甲咱中间的迄个贵宾无 ？OK， 好，若无安尼咱来看底下。好，来欢迎感谢牧师过来。5月初5，要来举行今年度第3摆的圣礼典。若是有要受洗的，请伫4月21号进前，主任干事或者是行政干事来报名。过来吼，迄个教育部吼有要举办即个基要真理的课程吼，基要真理的课程讲完是全家人执事日期4月13甲4月20这2个拜六，时间是对早起9点到12点。请各小组的组长鼓励家己的组员踊跃来报名若要报名，请伫1楼的公报栏遐来填写报名表。过来教育部也要举办今年度的第3届的信徒讲座，邀请到迄个台中美福教会、台中美福教会的杨宗生牧师，要讲的题目是透过菲律宾书来看工人甲教会。日期是4月27拜六，时间是对9点到下晡4点，中昼咱有供应午餐，有传中昼顿，所以咱爱来报名，才下统计人数报名请伫4月25日中昼以前来报名，OK。另外就是共款教育部的消息，嘉南教会特别伫明年2025年要来迎接，迄个释教60周年，出版一个纪念特刊。关于这个特刊的内容，要邀请家人来提供宝贵的意见，透过这个问卷的方式，有这个纪念特刊的这个筹备小组有传300份的小礼物，要或者有填问卷来提供宝贵意见的人时间是对4月14号要到4月21，这个中间大家踊跃下面要来看一个影片，这是《乒乓瘦肉桌》第2集，叫做新竹贡丸乒乓瘦肉桌第2集，新竹贡丸。上次介绍了接力赛第1关4季豆，相信大家对我们设计的接力赛也稍微有点眉目了。没错，我们的关卡名称虽然都跟食物有关，但是实际内容都是非常硬核的桌球球感技术。在桌球里面有一种球感练习是将球停在拍面上，那么新竹贡丸这关要做什么就可想而知了，就是要在风大的环境下做到这件事。虽然新竹的贡丸好吃跟风大好像没什么关系，还不赶快开始练习，记得还要找一个人组队报名参加乒乓瘦肉桌。5月5号，让我们一起重现嘉南的桌球热潮吧。5月5日啦，5月初5下晡1点下晡4点这个若有要搁较了解这个活动讯息他洽这个丽珠长老。这个有续集敬请期待。这是青年牧区啦是有创意的活动5月5号邀请大家来共同报名来参加，体验年轻人的活力。过来所接到，这是传道部的消息啦
较头拄仔迄个共一日吼，拄仔迄是教育部，是啊，迄顿工吼，就4月27日的晚上，继续吼，就是请这个杨宗生牧师来主持这个培灵的礼拜，所以迄天是规工啦，早起时啊有迄个教育部的迄个信徒训练啦，下晡暗时啊6点到8点，这就是暗时啊的培灵礼拜，这个免报名大家来就通参加。好，过来一个总务部的消息，咱教会若是有去咧楼顶看着，咱5楼甲6楼已经开始开工了啦，已经在做美化工程要从4月1号已经开始动工了要有期伫6月16日会要完成施工期间施工的这个期间，5楼的500甲501，还有6楼全部的场地拢要暂停使用什么时阵用，爱看实际的工程进度再来安排造成大家无方便，请体谅。过来就是4月7号，今仔日下晡1点D402到7要召开财务部会。过来这儿童牧区加倍，因为咱的5楼6楼拢伫施工所以咱的敬拜空间聚会空间有做一个改变。咱本来6楼的合班的礼拜要改伫7017楼的拜堂厅。过来就分布呢。幼儿幼儿要踮咱即个头前即个礼拜堂咱第2场时阵幼儿踮遮来聚会，过来就是3、4年级组以及401教室，这个1、2年级组一样同款是伫502、5035年以上的在9年级的要伫703教室有4月10日就是后礼拜，儿童牧区邀请到洪桃梅老师要来主理阿卡贝做信息分享，特别好做啥？甲上帝小细声来讲话，和上帝小声的说说话，时间是会使去的下晡阁延续伫1点到2点，带领上青的亲子小组，主题叫做 EQ 调色盘，欢迎咱有囝儿的大朋友、小朋友跟家长到底来参加。下晡过来是社区事工的报告，4月10号拜三10点半到12点。上年大学的讲座主题是原生家庭甲童年的创伤，原生家庭与童年的创伤邀请邱春兰諮商心理师来主讲有线上的教室咯迄个用 Google Meet 迄个代码，咱通看咱就播顶悬啦有输入代码OK 好过来就是第6组的陈德明兄弟伫4月1号拜1望主温调安息伫主怀，享受100岁要定伫4月13拜6咱就播顶悬无遮后壁时间啦所以咱就是有要参加记你甲笔记落来迄个还没上一上迄个4月13的拜6的8点要伫桃园市立殡仪馆甲志美厅举行2人礼拜9点火化礼拜1点半就是4月13的1点半要伫教会2楼的拜堂厅来举行告别礼拜下晡4点伫外社陈家的牧园要举行安放礼拜，愿主安慰的灵甲遗族三甲伫地。好，咱过来呢要来庆生咱请4月份的寿星请起立4月份生日的请起立咱大家来甲恁祝福。咱来为遮生日的兄弟来为因做一个祝福。现在主上帝，阮感谢你，今日伫阮的中间，有伫这个月来过生日，遮的兄弟姊妹，阮为着因成做阮的一体。一家人来献上感谢，阮也真欢喜。嘉南教会有因的参与，互嘉南教会愈来愈完整，也愈来愈和谐。也愿上帝赐福伫因，特别是伫因今年的中间，搁较经历上帝你的丰盛的应允，互因出也平安，入也平安，互因所到的所在都咱见证上帝你的奇妙作为。愿当心伫主的面前献上阮的感谢、祈祷甲祝福，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
阿妹，生日快乐，生日恭喜，请坐。请坐。好，最后咱来读今仔一个金句啦，吼。恁甲伊结连，好性情的帮衬，嘛做伙受去做最上帝徛起的所在。以弗所书2章22节。一届，来。恁甲伊结连，好性情的帮衬，嘛做伙受去做最上帝徛起的所在。以弗所书2章22节。以上。最后，咱来吟祝福诗394首，这是礼拜特别选，今次选，咱请陈标志牧师传来祈祷。请起立。请起立。这是礼拜特别选，爱的吟诗通是选，心肝上小下到尾，望我记过做伙，那日所做着细字，逐项照主所教示。使农工商交活动，才通帮助保护，嫌财有时受艰苦，吞论我可主照顾，困求天父是恩惠，得着信心大安慰。经过7年那健康，亲像黄金那花露，世间艰苦无时节，天堂安乐应福气。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主庇甲疼痛、信心的感动、甲信心的充满，甲认真大家三个地地。互恁诚做和平的使者，来传扬和平的好消息，对即时到因世代无尽。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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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列倒。